租戶權利同責任。歡迎嚟到住宅租賃辦公室。喺本視頻中，我們將介紹租戶嘅權利同責任。租賃係合同，要簽訂合同，雙方必須堅持交易結束。租戶最重要嘅責任之一係按時支付租金，遲付或未付租金係被驅逐嘅理由。即使業主自己違法，遲付或未租付租金唔係理由。反過來，業主亦都不能夠出於任何原因更改出租房產嘅門鎖。如果租賃定期協議，租戶將負責成個定期間嘅所有租金。如果租戶需要嘅合同期結束前離開，應該與業主交談，可唔可以談判早日結束租約，尋找一個可以替代承租人，可能會有幫助。租戶必須獲得業主轉租嘅許可，不過業主不能夠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許可。業主需要租戶暫時離開物業，以便進行修理、消滅蟲害或翻新。如果發生呢啲情況，且租戶未能夠充分使用出租房產，租戶有權喺呢個期間獲得任何額外費用嘅賠償，可能包括折扣租金或者酒店房間嘅費用。業主同租戶應事先討論其他安排，包括租戶嘅任何賠償。喺租賃期間，租戶有責任修復造成任何嘅破壞，並保持租賃物業嘅合理清潔。租戶都應該注意居住附近嘅其他租戶。所有租戶都有權安靜咁享受出租房產。如果租戶受到另一個租戶嘅噪音或煙霧嘅干擾，應通知業主，以便可以警告租戶停止干擾。如果繼續騷擾其他人，可能會面臨被逐出出租房產。如果租戶喺租賃期間出現問題，第一步應該與業主交談同解決問題。欲了解更多資訊，請參考我哋嘅網站 www.saskatchewan.ca/ort。多謝。